高雄轻铁这个月起营运通车全线免费，成袂少民众去体验。这几天这载客量就加3成，不过轻铁出现一寡问题，亲像这车帮让了伤过久啊，月台路卡机器荧幕看袂清楚，也有车厢甲月台关价感的问题。各界公司表示讲会检讨改善。下晡时啊，学生下课时间招盼要转去厝内，轻铁树伫家乡站出现排甲落的队伍。轻铁10分钟来一班，车厢是人客人，有民众就反映等轻铁等伤久，建议爱加挂车厢，也是做短班久时间。现场学生是表示，若是等公车等甲真久，轻铁干那等1-20分钟尔。这样也可以挤得上去，可能放学时间学生比较多，10到20分钟而已。长的时间可以跟朋友聊天，然后在车上的话，就是站一小段，他们就是分站，就是很多人就会下车。轻轨的营运班距是尖峰10分钟，离峰15分钟。假日或特殊节庆也会有加班车营业。除了车帮时间问题，嘛有民众反映轻铁月台路卡时荧幕看袂清楚，根本唔知影家己敢有录到。另外，轻铁车厢甲月台关道落差伤大，对坐轮椅的民众来讲真困扰。记者实际摕笑来量，关道就差5公分，甚至坐轮椅的人差小看就塞袂出来，无法度落车。车厢的关道甲迄车站的关道有这块有差啦，所以迄轮椅吼，伊要起哩吼，还较出力的。高铁公司将会趁着试营运期间，紧速收集各项民众反映问题，进行改善。高雄轻铁环中线旧路载客量是加3成左右。高雄捷运公司表示，即马是试营运，后续观察整体运量状况，来调整车帮时间，也有月台车厢落差问题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